位天使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团阿 Q 妹。哦，下礼拜有一个大节日，係乜嘅節日呢？就係母親節。故說阿 Q 妹祝福天使機頭前觀眾朋友嘅呀阿婆啊、阿姨呀、媽媽，還有我自家嘅媽媽，春嬌祝福大家母親節快樂哦！故說嗬，節目當中當然要同大家來分享同母親節跟這個媽媽有關係嘅東西，我來分享嘛，該喏，就係我來分享呀雞卵糕，大家就知嗬，呀過母親節嘅時節啦，聽說我準備一個雞卵糕，韓國同屋卡嘅親戚朋友啊，一屋卡人齊種享下。故說嗬，節目當中有請到對花蓮來嘅一位後生嘅姐妹，佢自家做嘅當到康健嘅點心，有乜嘅提醒我，等下來同大家分享哦。先來分享獻青，分享。大家好，我是李獻青，今天很高興來到這邊跟大家認識。好，歡迎獻青來到節目當中，謝謝。這個跟大家來分享一下，因為其實母親節，那女生都愛吃甜點，不管是從年輕的還是年長的，大家都愛。對不對？所以母親節這個蛋糕絕對是大家其中給她送給阿妹最好的禮物了。真的。所以一開始就要來跟大家分享跟這個媽媽類的非常有關係的一個甜點，叫做檸檬蛋糕。為什麼我說跟媽媽有關係？因為常常有一個檸檬蛋糕叫老奶奶檸檬蛋糕。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檸檬蛋糕。其實一開始跟大家分享，就表示它有這個很花蓮在地的特色，對不對？是，因為我就是用花蓮在地的有機檸檬，是一個部落種的，一個阿美族部落種的檸檬，這樣吉拉卡央部落。然後我覺得它的味道跟香氣跟品質都很好，所以我就選用他們的檸檬來做這款檸檬蕾絲蛋糕。檸檬蕾絲蛋糕，對，為什麼要加蕾絲兩個字？因為它的那個糖霜裡面很像蕾絲邊，然後上面的那個皮屑也很有蕾絲的感覺。哇！所以上面是放了真銀檸檬嘅糯米嘅皮，去把它刨下來，放上去的。可是你知道，印象當中會覺得檸檬皮好像會苦。其實我們在刨的時候都要很注意，就是不要刨到白白的肉的部分，就是只有最外層綠色的部分，就是有它的香氣的地方。對，而且你特別選用了這個部落種出來的檸檬，是皮都可以吃的，沒問題。對，非常就是很健康、很有機的，所以就是我本太嘎最近懂事他阿美吃，很適合媽媽，對不對？好，現在就來試試看，因為其實檸檬蛋糕，我自己是一個怕酸的人。很少聽到女生怕酸，對不對？你自己覺得檸檬蛋糕對你來講是什麼樣的存在呢？我覺得它就是一個酸酸甜甜，然後很有幸福滋味的東西，就是好像如果怕甜的人也可以吃，然後喜歡香氣這樣的看起來很健康的很單純的甜點，它也可以吃。好好吃哦！所以它是一個有點樸實，但是又有一點華麗的感覺，對不對？那成分又很簡單。對，樸實就是它是用很簡單的東西，對。但是華麗是它可以創造出很漂亮的口感，跟剛講的蕾絲嘛。對對，故事你剛剛吃的我可以看到，它不會很酸，但是它檸檬的味道是很清楚的，是很明顯的。是，因為我們裡面也有放了很多檸檬皮，一顆蛋糕可能放，對，可能有放。冬天會放比較多，因為冬天它不是產季，它的檸檬的香氣沒有那麼多，會放到快到夏天的2倍。夏天可能放3顆檸檬皮，冬天要放到5、6顆，它才有足夠的氣味。所以這個檸檬蛋糕，它其實重要的並不是它的酸氣，唔係酸的感覺，係檸檬嘅香味，它是香氣，要把這個檸檬的味道放進去蛋糕裡面，這才是檸檬蛋糕好吃的重點。是哦，而且聽說你選用這個檸檬，因為這個檸檬蛋糕需要用檸檬汁、檸檬皮，所以這樣子的檸檬的品種就很重要。你要選擇它的皮比較薄一點的。其實我一開始有試了蠻多種檸檬，但是後來，這個部落的檸檬它皮很薄，它又無籽，所以它在榨汁的時候很方便，比較快速，又很容易取得。對，所以這個就是檸檬雞卵糕啊，算了，用客語念檸檬蕾絲蛋糕，對不對？所以這個跟大家來分享。不過唔單槍按呢哦，基本上我來同大家來分享，咱我一個雞卵糕，我們都來喝茶。等一下，這不像是甜點的名字，是。
它叫来喝茶，它的全名叫来喝茶旅行蛋糕。来喝茶旅行蛋糕都很不像蛋糕，你把来喝茶旅行，我就会把它当做是一个行程。对，一滴嘞就抹胸黑给乱搞个名的呀？为什么？因为我们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就是它里面放了核桃跟茶，核茶。就想说那我们就取名叫来喝茶，谐音就对了，是一个谐音这样子。核桃跟茶，那这个茶绿绿的是抹茶吗？不是，就是我在开始研发的时候，其实大家想到茶的甜点都是只想到日本的抹茶，很直觉，因为抹茶现在开始非常大众化，对，甚至有一个专门的抹茶甜点之类的，特爱抹茶类的。我自己本身就是，所以我看到想说这是抹茶吗？不是，我其实是想要用台湾在地的茶粉。台湾其实也有做抹茶，但是我后来是选用2种茶搭配，就是就蛋糕体的本身是焙茶，焙茶其实它是乌龙茶，就是生焙的茶，是咖啡色的，所以它颜色烤起来就会比较像咖啡色，跟蛋糕体很像，但是表面我就是因为法式甜点就是要漂亮，就是翠绿色好看，对，所以我就选用包种茶。包种茶是这样子，比较偏草绿色的感觉。对，它就是跟抹茶一样是清茶，它是没有做过生焙这个动作，所以它的叶绿素比较多留下来这样子。是，所以这样来融合一个味道，哇，好期待，好想来试试看。然后你说上面你放了核桃，里面蛋糕体有核桃，里面蛋糕体有核桃，对，然后上面就是用一些坚果，因为我想要诉求这个品相是很健康的，所以我就放了很多的坚果，然后装饰也用坚果，然后上面那个黄黄的是什么？黄黄的是也是台湾的果干，这个是芒果干，爱文芒果干，好特别，就是装饰用的，就是想要找好看，然后又是在地的东西去装饰，而且它的茶味，因为有2种不同的茶，所以它的味道是感觉有 double 的，对，它比较多层次。而且你上面做的那个，它算叫淋面吗？巧克力的淋面，白巧克力加茶粉，对，天然的颜色的淋面。它吃起来，因为它也口感也比较硬一点点，因为它是巧克力嘛，对，所以它那个茶粉包种茶的味道就会很明显的先出来，对，然后下面再有另外一个对不一样的，就是单吃面包体可能是一个味道，可是你搭配上面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风味。而且其实董董饮食按用给乱搞，就最担心一件事情就是会很干，但是你的蛋糕不会很干，它是湿润的口感哎。对，因为我喜欢湿润，所以我的所有的甜点我都是希望它吃起来的时候不要很腻，然后是可以感觉是很顺口的。对，但是熊心亚听说已经有很多次的实验，很多次配方的调整，而且你还要每一次都做一样，这真的很难。因为我本身是有在做甜点的人，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均一啊，当然我业余的啊，可是就是均一，我可以理解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再加上给我们儿童太搞了福用给黑，其实你做的蛋糕并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蛋糕、吃到的蛋糕有一点点的不同。对，这个差别在于麸质这2个字。到底什么叫做麸质蛋糕？一般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蛋糕，其实大部分都是叫做麸质蛋糕。麸质到底是什么？麸质就是在小麦里面或是麦类里面的蛋白，就是蛋白，就是粘着剂的部分，就会有黏黏的部分。对，因为一般我们看到的，你随便打开网络上的食谱，全部都会面粉，不管高筋、中筋、低筋，全部都是面粉。那这些面粉就是用麦来做的，用麦子来做的，所以它就是有麸质的。但是现在有一点年后呢，因为饮食上面可能会对麸质过敏，或者是尽量避免吃麸质的东西。但他们就不能吃蛋糕啦，这人生中是一件非常哀怨的事情。对我来讲，听说没办法来讲书啊，不过我们刚刚吃的蛋糕都是无麸质的蛋糕。古时候，你们觉得来同大家来分享哦，不用面粉，到底要怎么样来做西点？嘿，你们共生农民啦，儿童大家来分享哦，就要来请教一下宪青。好哦，你是否会用没有面粉的方式来做出这些甜点？其实麸质它就是面粉，它其实做甜点我们已经很习惯了。对，大家不晓得，其实米谷粉就是米做的
粉、米谷粉，它其实可以完全取代低筋面粉，因为甜点它不需要有延展性，它不像面包需要发的这个动作，所以它可以直接取代低筋面粉。哦，所以米粉、谷粉类的，它就不会有麸质这个问题，对，它就可以老雅面粉老给推推，然后可以做出这样子的西点，对，甚至你吃我们不讲，你都不晓得它是用米做的，完全，你看给它设的两种，我只说味道很好啊，口感很好啊，很湿润啊，不过就算阿 Q 妹，我这个吃货再怎么专业，还是没有办法吃出来那个麸质跟无麸质的差别。古时候呀，低度含有懂懂内容，儿童大家来分享。上来呀，这个无麸质蛋糕，应用版来做呢，还有那个后面洗脑，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分享大家又真到福起来咧，我是钟英群阿群妹。下礼拜是母亲节，故说来同大家分享呀鸡卵糕，不过呀鸡卵糕当 TP 咯，冇用面粉来做，是用米谷粉来推。不过用米谷粉来推，感觉上、想象上会好像操作有点困难。你自己操作上的经验，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我还记得我烤第一个蛋糕的时候，然后就真的不太会，然后面粉也打，就是蛋汁也打不发，然后烤起来也就是没有蓬，变成一个发糕。所以你一开始是想要做蛋糕，对，然后蛋糕，你一开始打鸡卵糕就是要用，它要求很多，又要钢盆里面不能有水，不能有油，还要把蛋白打发，对，但是你还不能用这个粘结性比较好的面粉，你把它换成了米谷粉，对。古时候就周岁以来反败，对，而且是小朋友的生日蛋糕，就很失败。有邀朋友来吗？有啊，好尴尬啊，怎么办？就大家还是帮他唱生日快乐，因为他才1岁，他真的也不是很懂，然后就觉得啊。来放一下鲜奶油吧，装饰一下，装饰一下好像也还 OK， 但是吃起来就是发糕。对，所以那个是第一个无麸质蛋糕的经验，对，然后有一点失败，对。但是后续你就继续研发，对，我就去认真的上课，然后认真的去看人家怎么，就是网络怎么做，对，然后就一直在上课，一直在学，然后最后就能够做出这么多，太嘎色都生不出来，完全分不出差异的蛋糕，是米谷粉蛋糕。是，但是其实这样子的米谷粉种类有非常多，像我先前面有做过一种无麸质蛋糕，我有做过。但是我是用非常非常简单的方式，我也甚至不确定那是不是真的无麸质。是我用玉米粉，它算是米谷粉吗？它不是米，所以它不是米谷粉，但是它没有麸质，但是它也是无麸质。对，就是麦类才有麸质，我懂了，只要没有面粉，所以我也是做了无麸质蛋糕。玉米粉就是一种无麸质的蛋糕，但是你选择用米谷粉，对，而且米谷粉种类听说很多，对，因为我其实不想要吃太多进口的。OK 的面粉，我就想要支持台湾的在地的食材。台湾米很多啊，是。然后米谷粉的种类也很多，它跟它的制造方式，以前传统可能就把它磨粉，就最简单的，对，晒干磨粉。然后以前还有做柜可能就是要用水打成米浆，就像它刚刚你做给板车，它要有那个板的那个基底，就是水磨的，对，再把水滤掉，对。然后我现在选用的是气流磨的方式，日本的方式的机器做出来的，听起来很专业，它就会很细致，然后它又因为它有洗过，所以也比较干净，然后它也不会吸水性那么强，像干式的磨法的米谷粉做起来也很可怕，就是缩起来，可能本来蛋汁都打好了，面粉一放下去就团结在一起了，这样子。它需要很多水，它才会吸饱。对，因为它干的膜，它那时候没有经过洗涤，然后就是干，所以它吸水力很强。所以扣年，你原本想象做出来这么大，但其实只有这样。对，就扁了，就缩小。对。所以你最后这些你全部都试过了？我都试过。哇，然后最后选择用气流，对，因为其实日本他们的米谷粉走很前面，
他1919年他们就用米谷粉在做甜点了。1919年是，欧美也是，就是用米做甜点。就是用米，应该说无麸质的甜点，在欧美很盛行，但日本米谷粉已经做很久很久了，所以我们的厂商他就是用日本的机器去用气旋去磨制。而且我在想啊，其实台湾跟蜜有懂得种非常多品种，是什么各种几号的，甚至不同种的有香米啊、梗米啊，这么多种米。全部都可以拿来做米谷粉，然后做出不同的蛋糕。可以，其实都是我用过蛮多种哦。但是如果是吃饭的那种寿司米啊、白米啊、糙米，其实它不会有很大的差异性。对，但是糯米它的粘性就会很强，它可能就不太适合做甜点，比较适合做汤圆啊那种比较粘着性的东西。所以像爱用给板类啊，还是要用就是糯米比较适合做这些，就比较不适合拿来做蛋糕。所以其实我觉得米谷粉蛋糕是一种学问，然后还可以做出都亚它按用，本你有一种没有办法去吃得出来它是米谷粉做的，比如讲秋啊、特前这个布朗尼蛋糕，这个其实也是非常普遍的甜点，但是我也是没有吃过用无麸质的方法来做的，这也是用米谷粉的方式来制作。然后我的布朗尼应该蛮特别的，你有觉得它不一样吗？就是跟你吃的，我觉得它的核桃味很香，然后核桃很新鲜，这我超重视这件事情。因为核桃一旦有油耗味就不行了。然后呢，我有讲对吗？就是我的布朗尼是很松的，就是很蓬松，不是很硬，黏的、硬的，也比较湿润。对，因为我是用蛋白去支撑它的那个黏，就是它可以比较松软的感觉。哦，因为一般的布朗尼会把蛋黄跟蛋白一起都打进去，然后你不用蛋黄。我有用，但是它是分开打，所以它有点像是在做戚风蛋糕的方式。对，所以它比较松。也比较软。原来如此，因为一般的布朗尼为什么这么适合加冰淇淋，就是因为它的口感很重，所以它跟冰淇淋合起来就是觉得哦，两个都很重的东西很好吃。但是你的布朗尼确实，你刚刚一讲它是松软的，我一咬核桃就掉出来了。然后核桃我里面放了3种坚果。真的吗？开心果？对，有开心果。对，开心果核桃。就是我喜欢每次都。就是放不同，我喜欢一直变来变去。我喜欢坚果的香气，然后我们的坚果都会用冷冻保存，然后烤焙之前再用低温烘焙。对，所以它其实都是很新鲜的。骨头要懂葱油，因为像坚果这种尤其保鲜非常重要。对，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叫做也是旅人蛋糕系列的。旅人蛋糕就是以前传统的棒蛋糕。棒蛋糕，对，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么松软，稍微有一点点硬。对，可是因为是法式的做法，它其实有调整它的配方，让它是比较湿润、比较轻盈，不像以前的就是油那么多。而且米谷粉它不吸油，所以我们可以减油。太棒了！所以我们家的甜点就是油量可以减少，就跟面粉相比的时候，我可以减油。哇，亚黑奶以前不知道的知识对，我没有想到说，虽然我就是觉得米谷粉可能很难操作，但我没有想到它有减油的这一个功能。然后旅行蛋糕就很方便带出门吃，因为它不用冰，对，它可以常温保存。对，我发现了，你的蛋糕好像都是常温保存的，对，比方说像这个来喝茶、布朗尼啊，对，甚至刚刚吃到的，它都是可以常温的蛋糕。其实这样对于不管是你买呀、要运送啊，比较方便，甚至你要携带出门要送朋友啊，你都不用一直想说我还要带一个保冰袋，我还要带一个保冷剂。对啊，所以我摆摊的时候，我就会说你们是来玩的吗？因为我在花莲嘛，然后就说是来哪边地区来玩。我说你买了这个3天慢慢吃都没有问题，它都会很好吃，对，不用担心。一下很有压力，要赶快吃完，而且还是无麸质。那其实麸质这个东西，可能懂你还没懂寿司，但是其实麸质在我们的身边无所不在。我不是说麸质不好，但是
有一些人确实会对麸质有一点点过敏。对，听说是跟我们的族群有关系。对，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像我们的麦都是在中国的北方，然后稻米都是在南方。那北方很干燥，对，然后南方很潮湿，所以南方人其实比较适合吃米。因为他的体质是适合吃米的。像我的祖籍广东梅县，我是广东鹤山，我们都是广东，你看我们都是南边的。对，就是我们其实比较适合吃不要那个吸水性像小麦那么高的米，是对我们最健康的。对，而且以前人吃米种田一天一餐要吃2碗，现在吃米可能半碗，一天吃1碗就了不起了。大家可能都习惯吃其他小麦制品，对，比如说早餐你可能吃蛋饼，你可能吃三明治，对，中午吃个面，我今天中午就吃面，锅贴包子啊，全部都是小麦。对，所以可能当有些人吃到这些有麸质的东西，可能身体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可能特别的敏感，对，它可能就是因为它是粘着剂，它是小麦蛋白的粘着，所以它可能会造成你的肠道的，就是黏黏的，有的人就会造成比较容易消化不良啊，或是肠燥症，那它也是反映在皮肤。皮肤对，比较容易有湿疹或是干癣。那像我的朋友他是中医师，他其实是关节不舒服，他的老师跟他说你停吃麸质试试看，就完全好了。对，所以当想要进行无麸质的饮食的人，有想要讲，想要来吃一下点心，然后这时候就会觉得很挣扎啊，我又不想要吃有麸质的东西，但是或许你可以选择用无麸质的方式，是用米谷粉或者是我刚说的玉米粉做出来的点心，坚果粉都可以。对，坚果粉也是可以，对，杏仁粉都可以。所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选择，做得来做无口用的饮食上的选择。今天节目当中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这个很少见的平常吃，同时有同大家来分享的无麸质的甜点，还有很多的内容会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我是中医区阿群妹。今日节目当中，我同大家来分享下无麸质的甜点，还有迄对法莲来嘅现青，我来同大家来分享。刚才有说到呀，按到种某口用嘅无麸质的点心，阿群妹都知道，吃到我真的吃不出来，完全感受不到它是无麸质，不晓得。对，但是你像天使给条前的观众朋友，可能对无麸质饮食这件事情还有点陌生的人，可能做得来吃看呐。其实做无麸质的点心没有这么困难，对不对？对，太嘎妹做得起嘎做是有机会可以自己做的。可以先从什么开始？好哦，只要是甜点类，饼干是最容易入手的，因为饼干很不容易失败，然后也很简单。对，所以可以从饼干开始换成米谷粉去试试看。那我们的做法就是比较更先上网查一下食谱。对，我看到了，可能是一般的食谱。对，我需要特别搜寻无麸质的食谱吗？不用，就是把低筋面粉直接换掉。直接一样的重量跟比例，对，替换成无麸质或者是米谷粉。对，那有没有建议要从哪一种米谷粉开始下手呢？饼干类其实不用担心，因为不管你选用干式或是哪一种制成的米谷粉，它都不会失败。可是它可能比较酥脆，比较容易散，这就是唯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对。然后如果是选用蛋糕的话，我还是建议可以选用就是气流旋米的，或者是已经有干，就是有经过水的这道的，它比较不干，不然就是要调整水的湿润度。OK， 了解。故事后同天司机条件的观众朋友来分享，迄讲你请到一类饼干的食谱，或者是你自己有在做饼干给你可能做的吃看呐，然后把面粉给内容，然后给换成米谷粉的方式，再过来做一边饼干呀，你就做出一类无麸质的饼干哦，做得来吃看呐。那讲到这个饼干，其实现青也有自己做饼干，对不对？它叫做骰子曲奇，对，很可爱的名字。因为我们是把它捏得像骰子一样正正方方的，好像软糖哦。对，好可爱哦。对，就是一口一个这样子。然后
然后它入口即化，哈，它非常的，它不是像饼干酥酥脆脆的，它就是非常入口即化。好难想象哦，你今天怎么没带来？我下次去花莲找你吃。对，好特别哦。然后外面又裹上很漂亮的那个果粉，比如说茶粉啊，或是草莓粉。然后白色的话就是我用那个糙米粉。哦，糙米粉不是糙米粉，是那个米麸。糙米麸的粉，糙米麸的粉，那个小朋友会拿来泡。对，熟的米粉。哦，那个也可以拿来裹粉，而且应该很香，对不对？因为它那个有炒过。对，或者是用花生啊，也可以。对，好特别哦，那个叫做骰子曲奇饼干。对，那其实像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做饼干、做蛋糕用无麸质，但是尽量你希望你的饮食当中还是少麸质为主嘛，对不对？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一个肉桂卷，是你有前有共豆，其实有面包类的东西要把麸质完全拿掉、取代掉，有一点点困难。是。那像这样子的肉桂卷，它其实是稍微减少了。对，它只是减少了高筋面粉的使用啊，减少了面粉的使用，因为其实肉桂卷现在做的很多都是就是比较像面包的口感了，对，所以它没有办法完全把面粉拿掉，但是你把它减少这个比例。对，我来吃吃看，我自己本身也是很爱吃肉桂卷的人。我们家肉桂卷是有香气的，就是烤完后那个肉桂香还是有在的，然后又不会太甜，好满足哦，好好吃哦，而且这个黑糖很多层呢，这个黑糖很香，这个我喜欢肉桂卷是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有面包的饱足感，然后它还提供很特殊香料的香气，然后又有甜点的心情上的满足感。因为肉桂粉有200多种哦，我们其实试了很多种。对，你的肉桂的味道不太一样。对，有的烤焙后就香气就没有，那有的是下很重。我前2天吃到一个肉桂卷很重的肉桂香，我喜欢，可是那一整天嘴巴都有肉桂味，也很特别。那可能有一些族群没办法接受。对啊，肉桂味太重，是，所以其实连像这样子使用的肉桂粉，你都有去尝试。对，全部都自己去试过一个最好最适合的比例。是，然后给你的顾客们。对，因为肉桂卷真的现在好热，就是大家都爱，每一家咖啡店都有肉桂卷，但是也可以做出不同的特色啦。我觉得，对，所以像你的经验来讲，不管你是去摆摊呐，还是说去到你的客人跟你说的一些回馈啊、反应啊，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因为其实做无麸质蛋糕，说实在的，如果以这个来主打，市场上面确实它是冷门的。是，其实我的客群大概90%还是一般的，就是一般的，他并不是为了无麸质而来，他就是看起来喜欢、想吃、尝试而来的。然后大概只有10% 是真的是对这个麸质过敏才来的。那有时候就看到一些朋友跟我说，我小孩终于有甜点可以吃了，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然后吃了也觉得很满足，哪怕只是那10%。对。的消费者是，你都觉得能够满足他们很开心。是，对啊。然后我又是为了在地，就是米谷粉，米都是台湾的，对，很好的米，所以他其实吃在地这件事，我也是觉得很棒。然后柠檬又是花莲的，对，就是用在地的东西。是，可是你这样去嘎了周，然后又有很多的坚持，其实有很多的坚持，当然表示你有非常非常多的理念，对。但是其实一定会遇到困难，我用光想的我就知道了。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在定价上面，其实我想要推广米谷粉，然后1公斤的米谷粉是200-300块。面粉可能10几块到100多块就很多了。我们去一般我们去的超商看就知道了。那个外面一包的那个面粉大概是500公克，对，500公克差不多25块。是，好一点的，比如说法国面粉、日本面粉，大家都100出头。对，我的是要到200多块的。天哪！所以你光是连这个粉的材料，你的成本就硬是抖音2批3批耶，对，很多。但是就是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线，然后也希望大家知道
你可以做很多的变化，对，对可以在甜点类上面使用。而且你还到了花莲，我本来想说你是花莲人还是花莲媳妇，结果都不是。对，我就是热爱花莲，就去年就搬家去花莲，全家把台北的房子卖了，然后带小朋友去花莲。哇，长大很棒。啊、然后又在花莲做健康的食物、健康的饮食，然后还让在地的食材可以用不同的形式让大家看到。对啊，这真的很不容易耶。那像这样子的行销上面，你通常是用什么方式在行销、在贩售？我们就是有网络的客群，然后也有摆摊的客群，对，就是有时候会去市集，其实蛮多市集可以逛的。花莲又是一个观光点，六日就有非常多的市集可以去逛。对，所以这样一路下来，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最辛苦就是甜点，其实蛮花时间的。我的量可能就是一次就是烤，没有办法很多，都只有你一个人做。对，从头到尾。那先生有帮忙，先生就是粉丝页的部分，他会帮我当小编，会回客人的问题，这样子帮我出货。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现在就在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对啊，然后吃喜欢的东西，对。然后每次烤东西的时候，小朋友就说他要吃，我说我要卖，这样很可爱啊。对啊。那其实，在未来啊，因为才刚回花莲1年之后，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你说甜点类嘛，对不对？我其实在做很多品项，我们最近有推出马卡龙，马卡龙就是你刚刚讲的杏仁粉，对不对？而且是蜜香红茶柠檬马卡龙。蜜香红茶，等一下，太复杂。蜜香红茶还有柠檬，对，柠檬我猜一定也是花莲的，对。那蜜香红茶呢？蜜香红茶就是也是花莲的，也是花莲的蜜香红茶，这也是很在地口味。因为其实我们去不管是大饭店啊，也还有Noble 百货公司啊，里面卖的那些马卡龙，就会看到很多法拉比宝，很多不一样的，红色的是什么覆盆莓88888。就是很多我们色彩缤纷、看不懂的水果，也是台湾没有的水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就地取材？对，拿自己就有的东西。所以下一款应该是 whisky， 就是台湾的酒的马卡龙。我要成人版的马卡龙，而且我的马卡龙不甜，真的很特别。我的客人都说真的很特别，就是它吃起来不会腻。可能一般吃1颗就差不多了。你根本念来都他嘎天师腿是要来吸引大家的，你看骰子也不带，没有开玩笑的，因为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季节限定。就是刚好就是没有准备，不好意思。开玩笑，开玩笑。鼓手和分享台嘎都罚脸。直接去找现青好不好？通常你会在哪里出没？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在花莲的文创市集、好客市集，还有一些就是单次的市集会有，你们可以来搜寻我们的粉丝页，叫田玉佳。不错，鼓手吼，今天非常谢谢现青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同大家来分享案的有关无麸质点心的一个内容哦。上蒙大家嘅事可以休息一下，等下甜甜欣赏，听下来做运动了。福喜來嘅朋友，記得去人哋面書簽讚，韓國聽嘅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哦。